因為鋒面天流加上西南氣流影響，對明仔載開始呢，台灣各地頭雨水是落甲真高，可能會出現這落雨災情。氣象署對今日下晡5點也啟動較大規模，也是劇烈大水雨事件加強作業，可能會出現這地災性的落雨。所以氣象署呢3點鐘就會提供一解雨水量上蓋新的資料。對氣象署預測的未來落雨趨勢都會當看到，拜二拜三，台灣真濟所在攏是紅記記，受鋒面天流加西南氣流的影響，氣象署提醒，接落來一禮拜，全台灣的雨會落袂離，而且可能會出現低延時的強降雨，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區，要特別注意會落大水雨。因為明後2天，除了滯留鋒面由北往南移動的過程之中帶來的強降雨。另外，在西南風的強度也來到西南氣流的等級，會帶來更豐沛的一個水汽哦。所以我們看到，最主要就是在中南部的一個山區，整體上來說降雨預估會是最多的哦，有機會來到局部豪雨等級以上的雨量。而其他地區也是要慎防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情形。氣象署提醒，根據預測，這禮拜的雨水量真大，會是地災性的降雨。所以也對拜一晚暗5點啟動較大規模，也是激烈大水雨事件加強的作業，而且會加開記者會說明。氣象署預計會在今天下午5點開始啟動較大規模以及劇烈豪雨的一個加強作業。在這段期間，每3小時就會提供一次最新的一個雨量資料更新，也請大家隨時留意最新的天氣資訊以及特報的一個訊息。氣象署表示，拜一日時，中南部地區的雨水已經真明顯，累積的雨水量也不止啊多。氣象署也提醒，拜二拜三，中南部山區也要特別注意大水雨，也建議鄉親隨時注意最新的氣象資訊。記者歸有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